心不怕心无留，为爱多做去白首，连绵今宵老忧愁。Hello， 欢迎我们的 B1 大大以及我们的花贵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们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哦。然后呢，我们的 B1 大大说呢，今天终于早起了哦，到底是多早起呢？明明就已经晚上了哦。要注意哦，就算呢，没有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要这个早睡早起哦，不要像我一样呢，都是晚睡但是早起这样子哦。稍等一下，等咱这个观众朋友礼拜的过程当中呢，先来听咱这个印度打金机的 CD 专辑哦。孤单驸马的歌音，生病公主，军内正是怪命。金鸡玉扣出身帝王家，老君得应归害我驸马，照因爸囝高官显将好名声。哼！早你看我前去拜寿，惊大礼。Hello，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起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稍等一下吼，咱来唱一下咱歌戏的杜马调。感恩大家咧，礼拜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今仔日吼播咱昨这个无播到这个台语电台吼，但是咧等下吼，赶快会用这个台湾国语吼，因为有一寡的观众朋友咧听无这个台语吼，所以咱会用这个台湾国语。先欢迎咱足久无起来的朋友，咱这个 FU 大大起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感恩大家起来哦，莫袂记吼，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先来听咱的杜马调，感恩。欢迎收听武汉的电台，准时8点，互恁来笑嗨嗨阮的节目过凊彩，福气不断福运来，戏剧新闻报你知。歌团唱多自在，戏剧传承幼苗我亲手栽。文化推动的电台，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您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
欢迎大家咧起来武汉的广播电台吼，咱这 FU 大大咧讲吼，连刚敢有当用这个泰语吼来甲大家讲话啦吼，安尼当然是无法度啦吼，因为咧这个武汉的广播电台咧来推广咱这个台湾的戏曲。台湾的文化，用咱的歌曲、咱的台语文咧来甲大家推广，安尼就对。啊，因为咧昨我去收听这个音乐会，所以讲咧无去来咱这个武汉的广播电台来所做直播，安尼就对吼。这个比大大问讲咧，你是讲这个FU 大大咧讲的这泰语是毋是？泰语就是泰国的语言呐，这叫做泰语吼。伊讲这个台湾泰语吼，可能是讲两国来甲南做伙安尼吼。欢迎咱的新陈大大起来，咱这个武汉的广播电台。欢迎大家起来哦！我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有武汉电台的直播节目吼。不管是咧，甲大家讲这个戏曲的文化，也是讲咧今仔日的新闻，也或是讲咧咱这个明仔的天气，安尼就对吼。先来甲大家讲咧这个明仔的天气。等下来甲大家讲吼，这个北车哦，这个台北车站吼，头一咧有人来倒这个烟雾弹吼，伊讲咧这个随机杀人的事件哦吼。嘛，欢迎咧，咱这个Jimmy起来，咱这个武汉的广播电台。感谢大家起来哦吼！武汉的广播电台咧，记得吼，帮阮订阅、关注，帮阮按赞起来。锁定的朋友咧，互相来甲开讲一下吼。像咱这个比大大咧，是这个台粤混血儿那像这个新城吼，嘛离外国的朋友哦。所以讲咧，大家吼来甲大家来开讲一下就对。今天呢是讲这个台语哈我们台湾的这个闽南语那呢这个大陆地区也叫做闽南语、闽南话，所以呢今天可能比较听不懂没关系哈，我会这个国台语来交错，所以呢观众朋友呢不用担心这样子啦哈如果有哪里听不懂，那呢就跟我们来说一下这样子啦哈。欢迎咱这个Jimmy大大嘞！我们的Jimmy呢说：“嗨，感恩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咱国外的朋友敢是 Welcome to 这个台湾 Opera 哈其他呢我就真的不会说了哈。先来播报一下天气哦。明天台北地区呢，这个台北地区，这个早时呢是30%的降雨哈下暗时呢是20%，这个台中地区呢，这个早时是40%，下暗时是10%。伊讲咧，咱台南这个早时是50%哦，那下暗时咧是20%左右吼。搁有咱这个台东地区的朋友吼，明仔早时是80%，咧暗时是20%吼。所以讲咧，当观察到讲咧，拢是早时咧加较严重啦，那暗时咧就加较袂严重。搁来咱用国语来讲一下吼。明天呢，台北地区的降雨几率呢，大概在30%到20%左右。那呢，这个台中地区大概是40%到10%左右。这个台南地区呢比较高一点点哦，这个50%呢到20%左右。这个台东地区呢，这个80%到20%左右。所以说呢，可以发现都是呢这个早上的降雨几率呢比较多一点点。那呢晚上就比较好了哈，所以讲呢，咱就是国台语安尼来交错互大家来了解，互大家来所做知影哦。等下呢，先来讲咱今仔日的新闻差不多咧，离咱这个5点外到6点外左右咧，有这个台北车站这个随机杀人的事件哦吼。
头一只咧，离咱这个台北车站吼，差不多离5点外的时阵咧，离这个 M8的出入口哦，有一个人咧挂一个面具吼的。投这个烟雾弹呐，过来咧有人咧甲阻止吼，伊就用这个刀啊来甲刺伤。过来咧，离这个警察的警方来甲追刺当中咧，伊个去搞吼，这个阮吼，这个中山站左右咧嘛是吼用这个刀啊咧来随机伤人哦。结果咧有互这个警方来甲抓着吼，伊就跳楼。结果咧，即马日当咧急救吼，但是咧，台上9个人，一共咧4个人吼，即个命危哦。等下咧，佮用咱即个国语来个讲一遍吼，啊无吼，咱即个线顶朋友可能听无，安尼就对吼。来，我们欢迎美玲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B 大大，你放心吼，我会用这个国语呢再来讲一次吼，所以说呢，你不用担心。刚刚呢，在这个5、6点左右呢，有这个随机杀人吼，在这个北车哦，台北车站呢 M8 出口哈，他先投这个烟雾弹，然后呢，有人制止的时候呢，他拿刀子来伤人哦，伤完之后呢，在这个警察的追缉当中呢，他又逃到这个捷运的中山站吼，来这个投烟雾弹，以及随机拿这个长刀呢来杀人。然后呢，有9个受伤，以及呢4个命危。所以说呢，大家好，如果有经过北车的朋友要注意安全。虽然说呢，现在好，他已经被警察围捕完之后呢，坠楼，现在呢正在急救哈。但是呢，我们不知道说到底抓的对不对了呢哈。而且呢，也或许有幕后的指使。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哦哈。这个我贵讲吼，真恐怖，真正真恐怖，安尼就对啦吼。所以讲咧，离北部的朋友，尤其吼咱我贵咧虽是人嘛，是咱的食物就对啦吼。咱这个我贵咧嘛，是咱这个北部的朋友要注意安全哦。以及呢，我们 B 大大哈，虽然现在还在我们的越南地区哈，但是呢这个20几号就要回来台湾了，对不对？也要注意呢自身的安全哦。翻译版对，郑捷的翻版哈，随机的杀人事件哈。YIKS 大大听得懂台语吗？还是呢都听这个国语的节目呢？也没关系哈，因为呢原本是礼拜4的台语台，那呢翻到今天呢因为昨天去听了一场的音乐会哈。等下咧来甲大家做一下工商服务一下吼，咱这个台南这个艺术大学咧来招集咧咱这个硕士班哦，所以说咧，等下咧来甲大家讲一下，安尼就对吼。为什么呢？今仔日的主题咧，会甲大家讲吼，爱享受咱的舞台，享受咱的生活吼。等下咧嘛，来甲大家讲一下，安尼就对吼。跟大家讲一下吼，今天的主题为什么叫做呢？享受舞台以及享受生活呢？等一下呢，也会跟大家说哈。先欢迎咱这个老语起来，咱这个武汉的广播电台。一讲咧，咱这个 YIX 大大起来，咱这个武汉的广播电台。这个新城有问说呢，这个食物呢，在台湾的中文是叫做什么呢？这个水果呢不甜，然后呢，在越南的颜色呢甜甜的，很好吃，但不知道中文哦，那就由我们的蜜蜂来翻译一下下哦。过来呢，欢迎咱的琪琪起来，咱武汉的广播电台。一讲咧，咱这个许培起来，咱这个武汉的广播电台哦。
咱这个我过吼，咱的管理员咧讲咧，新礼拜的朋友咧，还记吼帮阮订阅、帮阮关注、帮阮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哦。我们的我贵呢是我们的管理员哈他说呢，记得呢帮我们这个订阅、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感恩我们的我贵以及感恩我们的线上好朋友。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别忘记哦，要上来聆听，以及呢底下的资讯栏连结有我们的赖群组感恩大家。再来咧，这个比大讲咱这个新城咧，头家所派安尼，这个泰文这个翻做这个国语或者牛奶果啦恁敢知影牛奶果是啥？因为咧我是无吃过，安尼就对啦再来咧，咱这个许培讲这个主播帅哥晚上好，感恩咱这个许培大大。无到缘投因为咧，大家拢看这个小鲜肉，安尼就对啦我已经27岁啊，无算这个小鲜肉，安尼就对。许培呢？许培听得懂台语吗？以及我们的柔语应该多少听得懂台语我们就国台语来翻译一下。那呢，这个许培呢，也跟我们的柔语呢来打声招呼哦，感恩你。欢迎来咱这个可恩起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伊讲咧，咱这个柔语讲咧，31号咧，大家敢有要去跨年呢？也是讲咧，要去到倒位跨年大家小招到小步，不管咧你要去这个这个台北市的跨年啦，也是讲咧来咱的台南啦，也是讲去高雄的义大啦，也是讲咧去到咧咱这个台中地区来去跨年大家咧互相小招到小步，楼顶招楼骹老爸招妈妈歹势单去卡词去牛奶果外面是这个深紫色，敢是这个百香果吗？是不是百香果？因为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敢是。等下咧，较来念一个这内底所讲的这个咱这个 YIX 大大佮帮咱这个奉上起来足济安尼这个胶原蛋白之王再来，咱先唱一下这个歌曲的足久无听咱这个花娇艳一港良夜之歌等下先来唱这条歌曲，较来甲大家讲咧，为什么今仔日的主题或者享受舞台一港咧加生活安尼就对我们先来唱个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讲今天的主题。为什么要讲享受舞台以及呢享受生活？先来听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鸳鸯广播七早相守，心不跨小玻璃归爱多做几拜寿，年年今宵乐优秀。滚泪
边水，天梯乐观，天报伊我家白菜伊负担。唔知安尼花椒宴伊讲良夜之歌吼，敢有好听咧？那好听的观众朋友咧，帮我拍一下噗啊声，帮我按个赞，安尼就对啦吼。莫袂记哦，我每礼拜一到拜五的暗时8点吼，准时来直播哦。啊，如果呢，若有这个异动啦吼，若有这个节目异动咧，卖发伫这个贴文顶面，一讲咧，伫阮这个赖群组内底，安尼就对吼。头家这首的花椒宴，伊讲良夜之歌咧，是咱这个公主吼非常娇蛮的个性。出台咧，甲咱讲吼，即个就算驸马因爸爸吼70大寿，我嘛是咧无爱去吼，甲伊拜寿，安尼就对啦吼。等下咧，等一下吼，再用国语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吼。因为呢，线上朋友有很多呢是越南有泰国的朋友吼，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一一的来解释一下。先欢迎我们这个皮筋儿小蘑菇。以及还有我们的 POPO 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哇！感恩大家吼，感恩大家咧，起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吼，给咱转一下咱这个台语的节目，安尼就对。一讲咧吼，咱这个皮筋儿小蘑菇吼，嘛甲咱这个碗粿咧来拍一声招呼，安尼就对。来甲大家讲一下吼，咱这个碗粿真正吼，离咱这台有够有名，安尼就对啦吼。连我的朋友咧看到这个赖群组内底吼，拢咧问讲吼，这个碗粿是啥物人啦？你介意吼，敢有这个当面这个熟悉啦？也是讲咧是这个线顶熟悉的朋友啦，你较会选伊做这个管理员吼，安尼就对啦吼。碗粿你拍这个名声吼有够出名，安尼就对。选一个碗粿做这个管理员的等等吼，比我更较有名声，安尼就对啦吼。欢迎咱这个 HY1423大大给咱这个武汉的广播电台。一讲咧，咱这个伟成哦，感恩你起来，这个哥帮我改名郑宇航哦。欢迎起来，咱这个武汉的广播电台，伊讲咧，甲这个小蘑菇，伊讲我过来拍一下招呼，安尼就对吼。过来咧，一吼来甲大家咧回复一下以上的这个留言，安尼就对。先跟大家讲呢，刚刚所唱的这个花椒宴以及良夜之歌呢，是这个公主非常娇蛮个性，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公主病所以说呢来出台的时候所唱这样的电视歌仔戏曲调，你可以听到呢非常娇蛮个性、非常花腔的方式，也就是个人的特色这样子了哈。感恩大家喽。一讲咧，我头前有看到有人讲咧问我的名咧就对这个 YI X 大大问我的名嘛，感谢咱这个碗粿咱的管理员咧来帮我回答不能合作这个地古含郑雨涵那讲到这个牵大古涵，为什么加上这个牵大咧？也就是讲咧，你舞台顶用查甫来扮小大，用查甫来扮这个查甫的角色，这个叫做牵大感恩大家起来收听咱这个武汉的广播电台。
伊讲咧，咱老语咧讲吼，25号迄天即个圣诞节迄天吼，我刚有即个直播安尼就对啦吼。有迄天有即个直播吼，但是咧迄天的透早吼，我还去到即个高山的即个日照中心来做即个服务，所以讲咧迄天吼，我会赶场倒转来，所以恁请恁嘛放心安尼就对啦吼。因为咧，即个后礼拜二吼，会甲恁请假一天吼。后礼拜二咧吼，我要去听即个太平歌啦吼，会去讲即个头家咧来所做即个接受一个来了解一个即个太平歌是啥物的即个民俗技艺即个艺术活动的对。所以讲咧，后礼拜二的休困一天共款咧，我会伫即个赖群组内底吼，所甲大家讲一个大家迄天咧会小可无聊但是咧嘛欢迎大家吼去听其他广播电台，伊讲咧，互大家即个 YouTube 频道吼有一寡安尼收视率安尼的对哦。伊讲咧，大家咧问讲吼，敢有食即个暗顿吼，恁咧互相问就对啦吼，拢无关心我敢有食暗顿吼，真正有够生气安尼就对啦吼。无啦吼，恁有食饱就好啦吼。过来呢，即个下骹遮侪即个留言吼，即个柔宇讲吼，搁食即个米糕啦，搁食即个鸡蛋面啦吼，头遮搁有看到即个汉堡的对无吼？一天食遐侪项吼，敢会伤侪项？过来呢，即个。其他吼我就莫看，安尼就对啦吼。过来咱线顶咧，莫即个冤家哦吼。即个 B 大大咧，即个爱讲国语安尼就对吼。B 大大说呢，这个买老师的专辑呢，有没有送我的小卡哈？我本身没有什么小卡啦哈。如果你要亲手写一张卡片给你呢，你在备注上告诉我哈，我可以亲手写一张。以及呢，这个买专辑呢都会送这个签名海报啦哈，所以说呢也欢迎你购买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一样在底下的资讯栏连结呢，有我们不管是赖群主的连结。以及呢，这个 CD 专辑的购买连结，还有呢，上次来到这个雨涵电台的保险业务员，他们在这个绿岛呢，这个台东地区这个绿岛有这个民宿哦。所以讲咧，若有去到这个绿岛所做佚佗的朋友咧，会当去订因的这个民宿，安尼就对吼。再来下骹还有足侪留言啦吼，咱伟成讲歹势打错字吼，无要紧，咱伟成呢，我拢足欢迎你起来收听古汉的广播电台咱真好的一个观众朋友讲若讲做工课咧无用啦吼，但是咧嘛是抽一寡时间咧起来收听，不管是咧5分钟也好啦，10分钟也好啦吼，嘛真欢迎哦，感恩。过来许培说呢，这个你好啊，我最近呢重感冒重生病，然后身体有好几天的不舒服伟成说呢，小蘑菇我手镯呢也正在复健用左手打字比较奇怪也比较慢最近咱若收听咱这个古汉广播电台的朋友咧有腹肚痛的啦，有手咧痛的啦，有破病啦，有发烧的啦也就是说呢，最近收听这个雨涵广播电台的朋友有的呢都是这个身体不舒服的啦有发烧的啦，有手在痛的啦有各种这个肚子痛的啦这代是发生什么代志啊？那就对啦那破病咧会记得去看医生安尼就对B 大大问说呢，这个专辑呢都是老师本人呢来发货吗？没错老师本人呢没有这个小助手也没有秘书，所以呢赶快呢帮我找一个这个秘书才有办法帮我发货，这样就对了啦过来咧，咱这个YIX 大道公咧有巡回演唱会吗？
咱这个 YIKS 大大咧，你伫倒位的朋友咧，比如讲你伫台中啦、台南啦，也是高雄啦，也是你对朋友咧你需要咧这个这个服务吼，需要这个演唱会吼你若讲出你伫倒位咧，我会当吼来去办去遐吼，比如讲你伫台中的啦。台中我嘛有所在吼，有通熟悉讲伫倒位办嘛袂歹安尼就对啦吼，所以讲咧，你嘛会当甲我讲咧，你住伫倒位安尼就对吼，你住在哪里？我们 YIKS 大大吼。许培问说呢，主播帅哥，你会唱平安夜或是奇异恩典还是圣诞节的歌曲吗？基督教的歌曲这样子啦哈。这个平安夜吼，就是平安夜，圣诞节。发光荣，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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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没有歌词了哈，如果你要听整首的话呢，我等下插个歌词，这样就对了哈。过来咧吼，我会记得吼，我细汉的时阵咧，去到这个基督教会吼，拢会伫遐哈利路哈利路亚哦，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奇怪吼，咱这代吼随时有唱这个客家语的啦吼，有时唱一下咱这台湾的戏曲的啦，有时唱一下台语老歌的啦，有时唱一下日本歌的啦吼，今仔个唱这个这个基督教的歌呢就对啦。足奇怪，这个武汉的广播电台吼。过来咧感恩咱这个322大大咧，买起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伊讲咱陈芬哦，欢迎你起来古汉的广播电台。感谢咧，咱陈芬哇，安尼几啊天吼，拢起来甲咱赞助咱的光彩，安尼就对。今仔日咧是咱这个台语的电台吼，不管咧你听有台语听无台语吼，会记得先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安尼就对，这是上主要的吼。不管呢你听得懂台语的朋友，还是呢听不懂台语的朋友吼，都要记得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哦，感恩你。过来咧，咱这个伟成吼，讲这个淑芬姐好，所以陈芬是这个淑芬姐哦，敢是？我一直唔知影哦，所以如果若真正是吼，真正甲你感恩一下，因为我真正唔知影讲这个陈芬是淑芬姐哦。莫怪我感觉讲这个淑芬姐足久无起来咱这个武汉的广播电台。原来如此，够大咧，我才知安尼就对啦吼。过来咧足侪人吼咧讲咧这个。过来吼，咱这个脾气的小魔鬼感，咱这个可恩吼，卖冤家安尼就对，无毋对，咱这个 FU 大大吼，咱这个顶礼拜四吼，这个原本是咱这个台语的电台但是咧，咱邀请到咱这个保险员咧来上节目吼，来上这个好友访电台的节目哦吼，安尼就对啦吼。过来咧，咱这个B 大大的时阵咧。B 大大呢，我们就要说哈，这个国语还那的对哈B 大大说呢，老师好厉害，你以为呢是公司发行哈没有，这个一切的这个 CD 专辑然后以及电台呢都是由我一手包办，还有这个日照中心哈没有公司也没有秘书尤其呢也先感谢一下我们线上的管理员，我们的蛙贵好朋友。当然了有很多的好朋友说呢，想要跟着我去做这个日照中心的服务，以及呢他们想要把这个 case 接起来，然后但是呢我都说你跟着我先去几场呢，那呢我们先去我先做个面试确定可以了之后呢，我把讲稿送你都没有问题这一场呢就送给你讲，这样子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呢要随着我们是共荣的要一起可以前行的，这样子呢才会有这个合作的机会
所以讲呢，进前吼有足侪朋友吼讲安尼吼，咱要即个结合啦吼，不管是复古团体啦，也是讲呢足侪团体吼讲要结合，但是呢拢无成功的原因就是安尼，因为讲吼面试一届咧，我发现讲吼，即个理念拢袂合啦吼，甲咱的中心思想拢袂合。语涵电台咧，伊讲即个牵段语涵，我本人吼，即个中心思想咧，就是咱即个戏曲文化，伊讲咱即个舞台化，安尼就对啦吼。咱文化咧爱甲传承落去。昨咧去到吼即个日照中心哦，因做即个期末的展演。发现讲咧，这小朋友吼有够欢喜的啦！做这个期末展演咧，因真正吼，这个享受这个舞台化，伊讲咧享受讲吼，会当做安尼表演，而且咧，这个家长吼有够娱乐的。真正有一个家长咧来甲我回馈哦，讲咧这个小朋友吼，回去吼，拢咧搜寻咱这个 YouTube 吼，咧搜寻老师我的影片，安尼就对。过来咧，这个家长咧，就甲这个小朋友问讲吼，这个人是啥吼？伊讲吼，这个人咧，就是吼教阮这个歌戏的老师啦。哇！这个智能障碍小朋友有法度讲咧，表现出来讲咧，哇，这个哇热情啊吼，多么热爱这个咱这个中华的这个戏曲的对，伊讲咧，甲伊这个家长吼来做分享，所以讲咧嘛，互这个小朋友吼，拍一个这个趁钱的扑啊声咧，就对吼。过来吼，下口足侪留言吼，我即个吼拢看袂赴，安尼就对。YIX 大大咧讲即个吼，你住伫即个中华即个鹿港啦吼，哇！鹿港老街吼是我非常喜欢去的地方，尤其呢有这个凤眼糕，对不对？虽然呢持续在涨价，我觉得越来越贵哈。这个 YIX 大大呢，欢迎底下的资讯栏连结呢，有我们的赖群组的连结欢迎你加入。那呢，跟我们做固定的互动呢，有机会我去到鹿港呢，去找你一下但是呢，你是学生还是你是这个工作？但是呢，也不要影响到你的这个上课的时间以及你工作的时间感恩你哦这许培说呢，这个台北的这个烟雾弹伤了这个9个人，没错，伤了9个人呢，而且呢有4个人是命危的所以说呢，这个是有点危险、有点严重的幕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指使者，以及呢现在都还在追查当中也感恩呢我们的管理员，我们的蛙贵说新进来的朋友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哟。伊讲咧，咱这个伟成咧来甲咱这个小蘑菇讲爱好好这个福建当中咧真好耍哦。伊讲咧，这个金架头嘛，做这个福建嘛有这个电疗哦。感觉咧，这个家己的这个金架头拢咧带安尼感觉第一届来做这个福建真这个新奇的感觉安尼就对哇。伟成，你第一届这个做福建安尼嘛真厉害哦过来咧，咱这个ABB 大大讲咧，这个鹿港的厝拢真水，无毋对。这个鹿港的厝讲实在真古色古香啦。伊讲咧，遐真正是讲这个老街咧，有这个弹珠台啦伊讲咧卖这个行烟钱的啦伊讲咧足侪这个凤眼糕啦，这个糕饼类啦，也有是手做的这个发夹发饰啦，也有讲咧足侪还有卖这个水晶，咱这个水晶的所在，安尼就对所以讲咧，这个这个鹿港这个鹿港老街咧，真正是足好耍的所在，安尼就对。讲到这个老街咧，
不外乎吼嘛是要推荐一个吼，咱这个台南，咱这个安平老街，伊讲咧咱台南这个新的所在吼，是个新的景点，咱这个咧台南的西市场，离咱这个国华街，伊讲咧咱这个中正路的这个中央吼，这个台南西市场来底咧，就这咱这个文创商品吼，如果呢我们这个外国的朋友啦，以及呢台湾呢其他县市的朋友呢，如果来到台南玩的，可以来到这个国华街以及中正路的这个路口附近呢，有这个台南西市场哈。那这个西市场里面呢，都是这个文创商品文化的地方，这样子哈，跟大家来做个分享。头只咧，这个故事吼，未讲了，安尼就对啦吼。伊讲咧，昨暗时吼，去到咱这个台南的艺术大学咧，去听一个这个乐团的这个乐队的表演吼。原本吼，我认真讲吼，这个台湾呢，伊讲咱这个中国大陆吼，这个中央音乐学院吼，来做这个交流啦。我认真的是咱台湾人呢，来表演吼，互咱这个中国大陆所看。结果呢，去看到讲吼，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老师、这个乐师呢，来所做表演哦，哇，真正有够好听。好听毋是讲吼，这个单纯这个乐器好听，是因为咧，因甲这个乐器吼，会当讲咧，这个融为一体的感觉。这个乐器咧，就是伊身躯的某一个部分。所以讲咧，甲我同款吼，这个伫舞台顶吼，就是像讲这个拿喉啦，这个胸腔啦，这个歌声啦，这个身段的表现咧，就是我这个这个身躯的一部分，安尼就对。你这内底咧有听到咱这个琵琶啦、古筝啦，伊讲咧这个打击乐器有足侪款哦，而且咧讲一个乐器吼，有法度咧用无同款的方式来所做表现。搁来咧来甲因业配一个安尼就对吼。如果啦对咱这个艺术有兴趣的朋友，伊讲咧对咱这个乐器有所做一个研究的朋友咧吼，你若读过这个大学了咧，即马咧这个这个国立这个台南艺术大学这个中国音乐学系吼，开始咧有招这个硕士班哦，所以咧大家吼会当咧去到这个中国音乐学系吼，会当来甲报名安尼就对啦吼。不管咧是咱这个大学啦，伊讲咱这个硕士班咧，大家吼拢会当去甲伊考一个。但是吼，这同款要有面试啦吼，同款你还有这个演奏，所以讲咧，你莫讲吼袂晓这个乐器吼就去哦。如果咧若袂晓这个乐器啦吼，嘛请恁咧，比如讲吼来报咱这个台湾戏曲学院安尼就对了吼。这个台湾戏曲学院嘛，有开始咧招生啦吼，欢迎大家咧，这个来去报名吼，咱这个歌仔戏学系，咱这个客家戏学系，伊讲咱京剧啦，这个咧杂耍啦，伊讲咧咱这个音乐学系，安尼就对。以上咧，咱这个工商服务时间咧结束，安尼就对啦吼。等下咧，还甲大家讲一下新闻安尼就对哈。以上这个呢，工商服务时间呢已经结束了哈。再来呢，我看到哈有很多人的回馈哈，这个八卦山呢下了小雨啊，原来如此。那呢，明天哦这个台北地区哈，这个降雨的几率呢，大概在30%到20%左右。这个台中地区40%到10%左右，台南地区呢50%到20%左右，这个台东地区这个80%到20%左右哦吼。过来咧，等下吼来甲大家唱一下歌曲，较来咧来甲大家报一下新闻，安尼就对吼。咱这可恩吼，一直咧甲这个许培告白安尼就对吼，这个比他老公咧，他感觉视而不见。
来咧，咱来听一个这个歌曲吼，或者咱这个传统的杜马调，然后咧，咱来听看卖哦吼，感恩大家。反抗之时，山来无势力，并开故意出手来打经济，演强势假大理。驸马。若是完成我的条件，本宫得当原谅你哦。你听看卖，什么条件？向我行军神的礼仪，方才是骄蛮不将公保敬，现在是我实力爱压头上地行罢了。夫妻之间，何必将事业争？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军神礼来拜，我并非条工，将伊使卡死手，是我不该照做将命，夫妻才能在和下去。公主啊！今日成人，这是你的错，本宫有冤要告状，你又能奈我何？照片照行，我拢有照做，让你过爱，免来啰嗦。带你记定，你呀最会行。煞不啊，对你啊，对你来量情，我不了情。这首呢是我们传统的都马调吼，咱传统的杜马调。而咱这个音乐打进去的 CD 专辑内底咧，这个驸马吼，无势力吼，用这个水袖咧来拍着这个公主，过来咧，这个公主吼，逼伊爱这个下跪，这个跪这个失礼吼，结果咧，这个公主吼，真野蛮哦，这个下跪了咧，嘛是无爱原谅这个驸马，安尼就对啦吼。再来呢，我们转一下国语。刚刚呢所唱的这首都马调呢，是这个驸马呢在反抗的时候呢，不小心呢用这个水袖打到这个公主一巴掌。再来呢，这个公主逼她下跪道歉。结果呢，这个驸马下跪道歉完之后呢，这个公主还是不原谅他，真的是非常的野蛮个性过来欢迎咱这个金仔起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咱这个 B 大大我们 B 大大呢说非常期待呢这首。你是期待都马调还是期待这个七字调呢？过来咧，咱的线上的朋友咧讲这个中华鹿港差不多咧半点钟左右就会当到，安尼就对啦过来咧，感恩咱这个许培许培去买这个药啊，伊讲咧这个看病要注意安全感恩你起来咧收听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感恩你。过来咧，咱等下要来讲一下今仔日的新闻台湾这咧有甲大家讲今仔日的即时新闻离咱这个北车咧，咱这个台北车站有这个烟雾弹伊讲咧，咱这个随机的杀人、随机的攻击。等下咧来甲大家讲咱这个最近的这个诈骗案件
最近呢，就侪咱这个诈骗啦吼，这个诈骗案，然后呢，咱大家吼爱小做注意一个吼，无细哩咧，你就变做这个车手啦，伊讲咧这个共犯当中吼。不管是吼你的朋友啦吼，叫你咧去帮忙这个取货啦，等等啦吼，也就是讲咧这个去柜台去领钱啦，去这个 ATM 领钱啦吼，拢莫咧随便去领哦。伊讲咧这个网络上的这个爱情模式吼，那甲你借钱咧嘛，千万唔通借伊安尼就对吼，因为咧有人吼，这个3年当中吼，这个诈骗专案当中咧。咧走这个法律过程当中咧，原本吼伊的这个账户咧变做咱这个警示账户，结果想袂当到咧，咱这个警示账户吼，只有咱2档内底。2档内底了咧，这个警示账户咧，就会甲你偷开。结果咧，无通知咱这个被害人吼，结果咧，互这个诈骗集团咧来甲钱咧，拢所做领去啊。所以结果咧，发现讲吼，这个3年了咧，这个吼法律咧已经走煞，结果咧要去领钱吼，发现讲咧，原来吼这个钱咧早就互领去，早就互这个诈骗集团所领去啊。所以讲吼，咱大家咧爱所做注意一个，咱这个吼财务的安全吼，伊讲咧伊嘛足可怜的吼，因为咧互诈骗了咧吼，这个吼。厝内底咧，这个家庭纠纷一直不断吼，真困扰哦吼。等一下呢，我们来讲这个国语这样子要穿插一下，因为呢线上有很多朋友不是台湾人这样子然后感恩你们。有人汇款进来呢，结果害别人的账户被冻结，没错像这样的诈骗案呢，我们千万不要呢去帮朋友领个包裹啦还是呢去 ATM 领个钱等等之类的因为呢他在跑这个3年当中的这个法律在相告的过程当中呢，想不到他的警示账户呢在2年内呢就被解开了，结果呢这个诈骗集团呢就把他的钱所领走了领完之后呢，这个3年案件呢已经终结完之后呢，他想要去领这个钱才发现呢原来这个警示账户呢早就被解开了，而且呢钱早就被领走了这样子所以说呢大家这样的诈骗专案非常的多，而且呢也闹成了他的家庭纠纷其他咱这个古汉电台的所有观众朋友咧，我每礼拜到拜五的暗时8点拢有这个古汉电台的直播。过来咧，就是来甲大家讲咱这个直播当中咧只有每礼拜四是咱这个台语的电台，因为咱昨无直播，所以今仔日咧才会播咱这个台语的电台所甲大家所做解说一个。所以咧，不管你咧这个做家内事的过程当中陪伴咧咱厝内底人，伊共陪伴恁朋友的过程当中咧，拢会当收听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过来咧，来甲大家报咱这个台北市的新闻台北市咧有一个教练这个健身教练去压害到伊的学生，这个女生的学生结果咧发现讲咧，这个学生这个女学生咧甲这个同行友人甲一个查甫的咧来甲出门安尼就对，所以咧伊哩路顶就来攻击这个女学生来拍这个女学生，一讲咧拍这个伊这个女学生同行的这个友人。结果咧，这个警察咧来到现场了咧，出动咧10名的这个警察来甲压制安尼就对。因为咧，这个健身教练咧当讲咧，这个身材真好啦你若靠一2个人咧是压制不了的。所以讲咧，靠10名的警察咧伊讲咧，这个辣椒水才来咧甲压制成功安尼就对啦
一样呢转为国语这样子啦哈。感恩呢我们线上很多的观众朋友上来哦哈，以及呢也感恩我的管理员，我们的蛙贵，还有感恩呢我们管理员的爸爸妈妈哈，蛙贵的爸妈呢上来收听哦，感恩你们。今天的新闻呢，在我们这个台北的新闻哈，有这个健身教练呢喜欢上他这个女学生哈，结果呢追求不成，发现呢这个女学生呢跟这个男生朋友呢这个同行友人出门，结果呢这个健身教练哈就去殴打这个女学生除外，还殴打了这个同行友人哈。事实上哈，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了哈。你喜欢这个人，然后追不到呢，你还去殴打他这样子啦哈。结果呢，因为呢这个健身教练身材当然很好，所以呢派了10名的警察呢以及辣椒水呢才把他压制成功这样子哈。我们 YIX 大大说学生根本不爱他，没错了哈。所以呢追求不成呢，既然呢反而变成一个殴打的场合哈。非常奇怪的场合，等一下呢，来跟大家讲呢这个车祸的新闻。但是呢，这个车祸的新闻呢是非常年轻的哦，19岁的生命而已哈，也没有酒驾，也没有毒驾。那我们来听听看呢，他是为什么呢会发生车祸哦？来咧，来甲大家报的吼，是咱这个台中的新闻哦。对，台中的新闻吼，险啊想讲我看唔到你安尼对吼，是咱这个台中的新闻有一个咱这个19岁这个青年吼，既然咧无细哩吼，出车祸啦吼，自撞咧这个路树顶顶安尼就对啦吼。伊讲咧是甲同行友人出门咧，哇，出门的过程当中咧，竟然发生车祸，所以这个同行友人吼嘛看到讲咧，这个家己的朋友咧发生车祸，所来失望哦。19岁这个青年安尼死命吼，就去互无伊啊。所以讲咧，咱若讲吼出门在外啦吼，这个注意咱这个骑机车、骑脚踏车，伊讲赛车坐阵咧，拢爱小做注意一下哦吼。这个咧，新宿师兄咧讲吼，今仔日的管理员无来，所以讲咧来代替一个安尼就对了吼。请大家咧爱谨慎发言嘛，请大家咧爱好咱这个歌戏的观众朋友吼，爱记得帮阮订阅、关注，帮阮按赞起来，感谢你的支持嘛，感谢咱的新宿师兄。咱这个新宿师兄吼，感恩恁咱这个外交官的对吼，武汉电台外交官这个咧，我过其实本人有起来啦吼，只是讲咧可能咧洗身躯啦吼，伊有一天咧甲我讲吼，伊咧洗身躯的时阵咧，是讲咧咧无用的时阵咧，一边收听咱这个武汉的广播电台吼，所以可能无时间通拍你吼。我若甲讲出来吼，莫甲我拍咧吼，若万不伊吼，伊真正当咧洗身躯吼，你嘛莫迄落甲搅了安尼就对啦吼。过来吼，咱这个YIX 大大讲坐船，无毋对吼，咱有一句好话讲咧，不管是咧咱这个骑机车、骑脚踏车、赛车坐船，伊讲咧行路的朋友咧，一路平安无事故，载完公正是来搭3工安尼就对啦吼。所以讲咧就用安尼好话咧来转达，就讲咧咱若出门在外咧爱记吼，骑机车、骑脚踏车、赛车。坐船伊讲行路吼，拢爱注意咱的安全，安尼就对吼。对，咱的新宿师兄咧，这个生命真可贵吼，所以讲咧，请大家咧爱注意安尼性命安尼安全哦。感恩咱这个新宿师兄。伊讲咧，咱这个
我爱去斯大大讲吼，雄雄想要食即个碗粿吼，即个碗粿听讲咧有即个甜的嘛有咸的吼，啊个人所食吼，因为我伫即个台南地区，所以讲咧永远所食拢是咱即个甜的，啊若有即个咸的咧，都有即个咸的碗粿吼，较甲我所报一下吼，我来去小食看卖啊，安尼就对吼。咱即个碗粿讲吼，我在啦吼，感恩咱即个碗粿吼，所以讲咧，你爱定定出声吼，啊无咧，咱即个逐个观众朋友咧，所甲你所做点名做记号，安尼就对吼。感恩咱即个新书师兄，咱的碗粿，咱的 YIX 搭档，伊讲咱的伟成哦。哦，不记哦，这个伟成功嘞，这个烟雾弹吼失去了2条生命啦吼，可能不记啦吼，因为咧头一只讲咧是有9个人受伤，伊讲咧4条的这个命运安尼就对啦吼，但是讲实在吼，虽然讲咧即马吼有的有救倒转来的啦吼，但是吼这个复健的过程当中就痛苦的，这我嘛知影吼，因为阮爸爸咧这个你的心肌梗塞了后，即马像中风安尼吼，嘛是爱所做复健。即个过程当中吼，即个家属的陪伴吼，伊讲讲咧不管你请看护啦、等等啦吼，厝内底钱啦，伊讲吼，安尼照顾关心啦吼，是真正讲吼，即个真辛苦的，所以咧嘛感恩大家安尼就对啦吼。碗粿不是都咸的吗？有甜的，这个。真正台南拢是甜的，安尼就对啦。所以我甲大家讲，我真正无食过即个咸的碗粿啦。我毋知影即个咸的碗粿生做啥物的口味吼。生了遐大汉，我讲实在吼，我之前去到即个台北去读册的时阵咧，我无伫台北食过碗粿，因为讲实在吼，即个台北的即个牵鸡啦。碗粿啦，是讲等等啦吼，即个台南人所食吼，拢感觉无滋无味，因为讲吼，咱即个台南的即个牵鸡吼，真正鸡咧，真正讲即个像咱即个老片即个片安尼吼，真正会当黏黏安尼就对啦吼，台北的牵鸡咧加较水安尼就对吼，安尼形容感觉足无好食的吼。我们的 B 大大哈，因为我讲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台语哈，不知道他还在不在线上哦，可能他都听不太懂哦。我们先来穿插一下呢，我们歌仔戏的7字调，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呢来聊聊天这样子啦哈。无妄之灾，而且嫌犯人没了，然后呢，对。嫌犯说，刚刚原本是说在急救嘛，好，但是呢，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真的是没了生命这样子了哈，以及呢，其实这些家属这样的生命哈，真的都是变成要自行吸收、自己认命，真的。所以讲吼，咱这个平常时吼，加做一寡咱的这个福运的代志、福气的代志。伊讲咧来收听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是甲你讲一个好消息，我拢有这个点灯祈福啦吼。所以讲咧，收听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的观众朋友咧，这个济人济福气吼，会当讲咧咱这个福气满满。你莫想讲吼，做咱这个善事咧，这个这世人特别领这个福气安尼就对啦吼。有时咧是陪到咱这个后世人的福气安尼就对。真困难啦！我甲你讲吼，等下搁报一阵的新闻吼，我甲你讲，真正无啥共款，真正讲实在吼，毋是找伊的即个家属就会当赔偿的，因为等下另外一个即个新闻咧，即个家属咧讲吼我即个囝吼，都有可能有即个神经病啦。安尼你讲实在讲吼，分明就是有一点要来脱罪安尼意思就对啦吼。来唱一下咱即个七里仔调，等下咧较大家所做开讲落去安尼就对吼。来听一下七里仔调。
骑白马啊，走三关，改换所有花中原。放下西凉啊，是无人管，一心只想保全。四分无单啊，百姓为无风无叫啊，花袂开。咱台来三家啊，来当落主意。落花心啊，花照开。咱这个新宿师兄吼咧问讲蘑菇怎么了？伊甲人咧冤家安尼就对啦吼。啊，但是咧不要紧啊，这私人的代志吼，啊，我都无去甲交了安尼就对吼。啊，所以讲咧，咱啊去了咱这古汉的广播电台吼，咱大家咧讲实在吼，咱大家拢互相的相处安尼就对啦吼。啊，如果咧若要结这个怨气吼，还要讲起来啦咧无欢喜安尼就对啦吼。当然会当去收听别台安尼吼，加较咧嘛较轻松安尼就对啦吼。我毋是咧赶人，只是讲咧吼，大家咧心情爱开朗安尼就对啦吼。大家咧互相尊重安尼就对吼。感恩大家哦。过来咧，我有看到吼，咱这个YX 大大讲吼，这个投这个烟雾弹的嫌犯咧，这个87年厝哦。但是吼，我甲恁讲一个，我嘛共款87年厝伊若87年厝咧，27岁尔，算足少年的这个嫌犯呢，嘛真危险哦。所以讲咧，大家出门在外咧吼，爱注意一下，安尼就对吼。伊讲咧来甲大家讲一个咱这个南投的新闻吼。这个咧，甲咱的厝边哦，结合安尼冤仇吼，结果想袂到吼，互这个伤害安尼性命，安尼就对吼。这个50几岁这个厝边吼，伊甲咧这隔壁吼来结合这个冤仇。原因点咧是讲吼，伊感觉咧这个隔壁吼，来甲伤害啦吼，来甲报警来甲抓啦等等啦吼。所以讲咧，就来伤害这个隔壁的厝边。伊讲咧吼，这个隔壁厝边吼，要出门的时阵咧，伊就开这个伊的汽车吼，先甲人弄完了咧，摕这个刀吼，甲人刺着伤，刺甲咧这个巧伊的时阵吼，对，刺甲巧伊了咧。哇！家己吼，佮敲电话报警来自首哦。结果咧，这个警察咧当然来甲抓吼，抓完了咧，因爸爸吼上新闻咧采访的时阵吼，咧讲吼这个厝边啦吼，可能吼甲伊有结合冤仇啦，害因囝咧有这个神经病吼所以讲咧安尼起来了咧吼，互这个这个因囝吼来做这个杀人的这个倾向，安尼就对。是讲安尼是对，也是毋对咧。哎呀，讲着讲吼，这个讲着安尼神经病吼，安尼足紧咧，就会当出现这个病，安尼就对啦吼。出现这个这个犯罪案的对。子龙讲咧。子龙说我是这个马来西亚的朋友，所以听不懂没问题。我播报完这个台语的节目呢我都会讲国语所以说呢，你不用担心啦我来跟你翻译成这个国语先欢迎我们的子龙以及我们的冠宇上来语韩的广播电台。
太难听懂了齁，没关系，我来用这个国语来讲，这样子齁。用国语呢，我们的 B 大大就复活了，这样子哦。这个呢，在我们这个南投的新闻哈，有这个50几岁的嫌犯呢，因为呢跟这个邻居哈结仇了。结仇之后呢，他就呢开车呢先冲撞他的邻居，再来呢拿刀子呢砍伤他的邻居啊，砍到呢对方死亡之后呢，他再打电话报警自首。啊，为什么要自首？自首呢，有可能就可以减刑。尤其呢，像这个呢，他的爸爸呢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因为我的儿子啦哈，长期因为呢这个隔壁邻居的打压啦哈，有可能呢会有这个神经病啊，有这个精神病，所以说呢才会呢造成这样的伤害。所以呢，第一自首呢就有可能减刑。第二呢，有可能呢，因为有这个精神疾病呢，又有可能再减刑哈。当然哈，他这当中哦，他没有这个神经病的这个症状以及呢这个症兆啦哈，就是说呢，他没有去检查说他有这个身心灵的这个残障手册这样子哈，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新闻。但是呢，最后呢被关进去之后的这个刑期会多久，我们不知道这样子啦哈。过来我转一下台语的哈，歹势啦哈。过来咧咱大家吼话成功咧大家都好来好去吼，无必要咧去这个玩笑安尼就对啦吼，无唔对吼，大家好来好去。因为咧，咱这古汉的广播电台咧，上主要吼给这个善缘安尼就对了哈。雨涵的广播电台呢，在结善缘的，尤其吼线上有很多，不管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新加坡的朋友，以及等等地区的朋友哈，所以呢，大家呢都要互相的尊重。以及呢，不要给其他国家看笑话啦哈。我们台湾人自己呢，要有所这样子的电台呢，要做起来给人家外国的所看哈。是的，我们的 B 大大说呢，都拿有这个精神病来挡，那这些受害者呢，难道就不是人吗？这就是怎么讲？我不知道其他国家的法律，就像呢，新加坡是很严格的，但是呢，就像台湾一样哈，有时候说实在的，你说这个精神病，其实呢，它就可以再减刑，那呢自首又可以再减刑，这是呢非常不公平的这样子哈。这个呢，伟成说呢，现在呢都在保护坏人的人权，跟诈骗一样，所以呢，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来讲呢，永远不公平，这倒是真的。所以说呢，当然呢，当然咱会当理解讲这个加害者啦，咱这个嫌犯呢。有可能伊嘛是有这样的状况，也就是讲呢，有可能呢，他以前也是被霸凌过的，但是呢，也不能这样子来伤害人，这样子啦齁。老师，我想问的是说呢，你好，我的名字呢，张芷蓉要怎么念台语哈？张子荣。张子荣吼，张咧就是你真爱张的张啦张子咧就是讲子是我们在说的这个破音字啦所以我们讲子你若讲咧，一般来讲这个囝啦真好饲这个囝安尼但是咧咱讲张子荣张芷蓉这样子张子荣荣啦伊讲红红安尼龙红安尼张子荣安尼这样子听得懂吗？这个我没办法帮你翻译成这个破音，或者是这个翻译罗马拼音这样子因为呢罗马拼音我也不会啦。过来咧，咱这个线顶的朋友B 大大，我就要再翻成国语了B 大大说呢，坏人呢无法无天，然后受害者呢永远得不到救赎。
但是呢，当然这不是说我们都要一昧的说这个电台广播出来这样的新闻，我们就一昧的去批评这样的嫌犯了只是说呢，真的有点太不公平了这样子听的，你听的还是台语吗？没错这个张子龙张子龙，那呢因为你那个罗马拼音我听不懂，我看不懂所以讲呢跟你回家跟你说声抱歉因为我不会罗马拼音这样子啦再来呢同款爱来给大家报一下新闻，但是呢咱先呢来听一下歌曲，先给我啉一嘴茶安尼就对了再来呢先来感恩一下我们这个国外的好朋友，不论呢我们今天是台语电台还是国语电台我们台湾以及国外的好朋友，你们的支持，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唯独礼拜四呢是我们的台语电台。那呢，今天补一天的台语电台，是因为呢昨天休播一天，所以把昨天礼拜四的台语电台呢搬到今天来做所以说呢，先跟你们说声抱歉感恩呢我们国外不管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我们越南的朋友，以及呢还有其他外县市的朋友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这个呢子龙说呢我真厉害好，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感恩你呢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蜜蜂的台语怎么讲芳这个这个物件真芳的芳但是呢我们说风这个风呢我们就是叫做芳我们不会说米芳啦也可以讲米芳啦但是米芳听起来不好听所以我们就说芳蜂窝呢或者芳羞芳羞就是呢这个蜜蜂的巢或者芳羞对啦这样子听得懂吗突然间呢又变成台语电台的教学这样子了芳芳这样可以了再来呢先给大家呢来唱个歌曲，刚刚呢有唱过这个花娇燕以及良夜之歌呢，有唱过我们的七字调，有唱过我们的都马调，我们来听一下呢七字连、七字摇板跟带七字一，这样就对了胖胖了如果说呢你要打这个中文呢，打一个胖也可以了胖可以再来呢，我有看到我们这个YX 大大呢说非常有趣的节目没错这个呢节目呢都会唱一些戏曲文化的歌曲，然后呢跟大家呢来聊聊天这样子那讲今天的新闻以及呢明天的天气但是没有播报这个马来西亚以及越南的天气啦先跟你们说声抱歉再来听个七字连、七字摇板跟带七字一，等一下呢再来回复底下的留言感恩大家。工作做事理不明，颜色互人心头用，东酒假西啊医生病，大好人气好，心不惊。恐怕侥幸无正义，定为爹娘望妻离，红红欢喜
也冲了起，军队起灵啊来吃果伊。大水风管难消气，听歹八宝经受益。虎妈妈到西情义，并个红颜天意。我在看底下的留言哦，害我没办法好好的唱一首歌曲。这个呢，你如果真的要讲这个2个字哈，蜜蜂呢，我们通常哈讲一个字叫做蜂，我们就会讲芳啊。如果你真的要讲2个字呢，啊，就是蜜蜂嘛哈，所以好这蜜芳哈，蜜芳啊，蜜要闭口哈，蜜芳啊嘞哈，这样会吗？好，蜜芳哈，如果你真的要讲2个字了哈，但是我通常就会教啊芳这样子了哈。流血歌曲是什么歌？什么叫做流血？哦，流行歌曲哦。我想说什么叫做流血歌曲？吓死人啦！但是哈，老师不会唱流行歌曲，因为呢，我充满着这样子的歌仔戏哈，所以说呢，华语歌会啦哈，华语歌呢，比如说可能月亮代表我的心呐哈，或者是呢，甚至一些比较老的歌曲，华语歌曲会。但是呢，前几集呢有跟大家唱过了哈，今天先不唱，改天你上来呢再来听哈，因为呢，等一下呢还要播报几则新闻啊呢，赶快赶着哈，在这个节目之前呢，赶快讲给你们听这样子哈。我过笑声吼，对啊，我想讲吼，什么叫做老花歌曲吼，我想讲惊死人啊！什么叫做流血歌这样子啊哈？我知道你第一次来哈，先欢迎我们的 YIKS 大大，连刚咧卡起来收听咱这个语涵的广播电台的时阵哈，卡来点一下咱这个华语歌曲哈。改天呢再上来点一下国语歌、华语歌哈，因为呢今天哈还有很多的这样子的新闻呢要告诉你们哈。老师跟你同年代啦齁，你最好是啦齁，你才高中生而已，老师呢已经27岁了齁，所以说呢不同年代，只是呢偶尔听个老歌这样子，对不对齁？再来呢，来给大家讲一下咱这个台北这个松山。这个松山哈，有公车司机咧吼，讲这个挡袂住啦，结果咧弄到头前的公车吼，一个4台的公车吼，3+1吼，4台的公车咧弄做伙，害3个人受伤，安尼就对吼。伊讲咧，其中一台咧有这个庆烟啦，吼有这个火灾的情形，安尼就对。所以讲咧，大家吼，原来坐公车吼嘛是有这个危险性，安尼就对吼，嘛是真危险哦。这个呢，今天台北的松山地区哈，有这个公车呢说哈刹车刹来不及，结果呢撞到前面的公车呢，4台公车哈撞在一起，造成呢3个人受伤。以及呢，其中一辆的这样的公车哈，它就冒烟起火，所以说呢，原来坐公车哈也是有点危险的了哈。今天小鸟搞人，小鸟搞人是谁？哦，你说 PO 大是不是？哦 ，PO 大刚才前面有来呀。我想说什么叫做小鸟搞人啊？小鸟搞人就是他叫你画小鸟的，对不对 ？PO 大佬，他刚才前面呢有来哈欢迎我们的 NOPB 大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你起来收听我喊的广播电台。再来呢，来给大家讲一下咱这个新北市的新闻哈。
新北市这个高速公路的顶面呢，有这个鸟啊吼，你啊跳来跳去，想要跳过咱这个隔板的对啦吼。大家咧惊伊吼会跳倒落去，结果会扔倒落去吼，所以讲咧，就叫这个动保处咧去甲处理吼。这个动保处咧真巧吼，用这个鱼的鲜肉吼，互伊咧来食，结果咧来甲掠倒转来，安尼就对吼。所以讲咧，若有要领养这个鸟仔的朋友哦吼，咱这个动保处吼，咱这个新北市的这个动保处咧有掠一只吼，离咱这个国道顶面所掠落来这个鸟仔吼，会真古水哦，感恩大家。咱这个玉琴，咱这个好朋友吼，讲咧，你为什么咧啉饮料吼？伊咧最厉害吼，伊讲咧，伊即马开始吼要戒饮料啦吼，所以讲咧，人工咧要甲伊共款吼来戒饮料，但是吼，先等我咧订一下咱这个小的这个吼茶包倒转来时阵咧，我较开始戒饮料，安尼咁好，啊无吼，真痛苦咧吼。这个呢，感恩我们的玉琴哈，因为我们线上有这个国外的朋友哈，要翻译一下国语啊。感恩我们的玉琴好朋友呢，说呢，你为什么在喝饮料这样子哈啊？但是呢，等我买到这个热的茶包呢，我再来哈戒这个饮料了哈，因为呢，他也跟我们一起来戒饮料哦。感恩我们的玉琴大大哈。再来呢，我看一下哈，在你深深的脑里，你是一句最常说的台语，看我知不知道这样子了哈。哦，原来如此哈。安内的是啊，我们的 B 大大说哈这个子龙叫这个 B 大大讲最常讲的台语，还是叫我讲？是叫我讲吗？安尼我就讲了哈，欢迎收听孤寒的电台，这样听得懂吗？欢迎收听孤寒的电台啊，试试看你听不听得懂啦哈，你测试看看啦哈。这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所以先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这个新宿师兄讲的这个高炸安尼就对哈，欢迎对。之后就听不懂了，是不是？欢迎收听孤寒的电台哈，就是说呢，欢迎收听雨涵的电台这样子哈，感恩你。然后呢，这个新宿师兄呢说高炸就是呢早安这样子哈，你们好早安的意思哈，和这高炸安尼哈。感恩咱这个玉琴给来咱这个孤寒的广播电台哦，先给你一个赚钱的拍拍声。一讲咧，咱这个玉琴吼，马仔再会哦吼，我甲这个玉琴吼马仔有约，所以讲咧，咱这个线顶的朋友吼，马仔拜六播这个孤寒的电台，安尼咧就拜托大家吼去收听咱这个回放影片哦，感恩大家吼。过来咧，咱这个新宿师兄哦，对，晚安的意思哈，晚上好的意思哈。这个新宿师兄说呢，这个暗时好就是呢晚上好的意思哈。顺便教我们这个国外的朋友呢一些台语这样子了哈。感恩哦！我们这个呢，马来西亚也会请一些，不管是我们台湾的歌仔戏演员，以及大陆的歌仔戏演员呢，去到这个国外去表演哈。所以说呢，多少呢，他们可以学一点这样子了哈。过来咧，来给大家公布一下吼，咱这个台北地区，咱这个电商吼，为着要寄家己的物件吼，制作这个寄件吼，结果寄完了咧，甲放伫个涂骹吼，这个涂骹咧，就堆一堆吼，这个货物的对。如果咧，若是你吼上网络来买物件，结果咧，你的物件吼放伫涂骹咧，你会感觉安怎咧？过来咧，咱来过来转这个国语安尼就对吼。
台北地区有这个电商呢这个自助的寄件来寄完东西之后呢这些商品呢就丢在地板上。如果呢这是你的货物你的商品，你会感觉如何呢？应该是非常的生气这样子啦来，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些新闻内容我们就先不播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先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我们再来继续聊聊这样子啦来，跟着我的声音呢，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感恩的3件事情以及腹式呼吸法，感恩大家。再来呢，请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气。现在呢，我们来感受呢自己的气息不论呢是在鼻腔间，在喉腔间，在胸腔间，在腹部，甚至呢贯穿到脚底，甚至贯穿到脑中。我们呢一起来做腹式呼吸法以及感恩3件事情，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再来，我们要来感恩的3件事情。不论呢，今天在工作当中，感恩你的主管，感恩你的下属，感恩你的同事，以及在家庭当中，感恩你的父母，感恩你的长辈，感恩你的小朋友，感恩你的兄弟姐妹。我们都先来感恩的第1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再来，我们来感恩第2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再来，我们来感恩的第3件事情之前呢，我们来训练呢第3件事情，我们来感恩陌生人。什么叫做陌生人？感恩呢今天超商的店员也好啦，感恩呢今天呢什么服务台的服务员也好，或者是呢感恩路人，感恩呢某一件事情也好，我们来感恩第3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是否呢也感恩了3件事情呢？非常感恩大家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每周1到每周5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那呢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非常感恩大家起来收听咱语涵的广播电台，我每礼拜1到拜5的暗时8点都有语涵电台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呢帮我订阅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这是呢上界主要上界重要的。语涵电台咧推广咧咱这个戏剧的文化，以及咧咱这个气象啦，以及咧咱这个新闻，安尼就对
所以讲呢嘛，欢迎大家哦吼，感恩大家起来收听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但是呢，我每礼拜四吼是咱这个台语的电台，今仔日呢是播咱昨吼，因为呢休困无直播，所以今仔日播咱这个台语的电台。感恩大家，今天呢补大家呢昨天没听到的台语电台，也感恩大家呢今晚陪伴我们哦吼。再来呢，我有看到哈，我们这个伟成说呢，又可以呼吸了，这个世界呢多么美好，也感恩呢我们的伟成，感恩你。感恩我们的伟成呢，真的哈，不外乎呢，不管是什么时间点忙完，真的呢，都赶快来聆听我们雨涵的广播电台，拢紧的来收听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哈，佮陪伴阮的到尾啊哦，感恩你，伊讲咧，伊甲叫大家吼，这个脚牙较悬的吼，伊要准备咧来扫涂骹，要来溜涂骹，安尼就对吼，感恩咱这个伟成。所以讲呢，咱这个古汉的电台吼，不管是有咱这个管理员，咱的碗粿，伊讲咧，咱这个外交官，咱这个新宿师兄，也有咧咱这个足够味道，我们很会画画的 B 大大，我们的蜜蜂，伊讲咧，也有咱这个伟成吼，咱这个卫生组的组长吼，也会甲咱这个扫涂骹安尼就对吼，感恩咱这个伟成师兄。过来呢，就是讲呢，咱这个 YIX 大大吼，讲这个咱这个广东话啦，伊讲咧，咱这个客家话吼，其实咧有一点仔参像安尼就对吼。我是无听过啦吼，我只有听过咱这个客家话，但是哦，客家话吼，佫有分这个5种吼，无共款的这个客家话哦吼。这个子荣说呢，这个腹式呼吸法要来点久的，安内的丢了哈但是呢，我们就准备下播了哈如果你想要听久一点的这样子的腹式呼吸法呢，要记得就一直回放，一直收听，这样子就对了啦哈。感恩咱这个小可爱起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感恩咱这个小可爱。一讲咧，感恩咱这个丽华开心的谈话，对吼，感恩咱丽华该不会是那个从头听到尾嘛？你然后自头听到尾啊吼，真正真厉害哦！而且咧拢无甲阮先拍一下招呼吼，你若先甲阮拍一下招呼咧，我就甲你拍一下招呼的吼。感恩呢，咱这个丽华起来收听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感恩我的丽华哦，感恩。B 大大说呢，他说呢，想听我一辈子。看以前的直播，对，如果呢你想要听这么久的直播节目呢，以前的直播你可以从第1集听到呢，现在已经第82集了可以听到呢，我们从一开始呢没有这些设备。到呢，从30集以后还是几集以后开始有这样的设备起来子龙，明天没有直播节目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才有直播所以明天是没有这个直播节目的感恩大家咧起来收听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所以讲咧咱若一集内底这个几点钟的你若做对第1集开始收听到这个82集有这个82点钟超过这个差不多听这个3暝3你听袂了，安尼就对了
感恩大家呢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那呢，我们明天呢，不是明天没有哈，我们呢礼拜一呢再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哦。礼拜一再上来收听哈。华语歌呢，黄色的东西是什么呢？黄色的东西是这个吗？这个呢，其实是呢我们歌仔戏的头饰。那呢，我把它做成呢，把它牵个灯，好像是本电台的这样的圣诞灯就对了啦哈。所以说呢，也是本电台的一个特色，所以呢，把它展现出来哈，应该是这里了哈。80小时的网络小说呢，大概2个星期呢就可以听完了哈。安内你马上就厉害，安内就对了哈。后来真正咧要甲大家讲一声咧，这个暗安安尼就对吼，咱这个拜一再会哦，祝福大家咧有安尼吼，这个美好的暗暝安尼就对。今天呢来跟大家说声晚安，也祝福大家呢有个美好的夜晚。那我们礼拜一再会咯，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我们的直播节目哦。感恩大家，也感恩我们的小可爱称赞说呢好漂亮，感恩你哦吼。如果说呢，喜欢老师的节目的话呢，我们呢在这个脸书以及 IG 呢叫做郑雨涵哦，也就是你们的面子书以及 Facebook 哈，叫做郑雨涵。那呢，我们底下有这样子的赖群组的连结哈，也都欢迎加入我们的赖群组。再来呢，这个底下哈我有看到大家的问题了哈，这个。B 大家说呢，这个打算留长头发吗？其实我有在想说呢，这个卷卷的头发继续留然后呢后面下来呢留2串这个长头发，然后呢或者是后面留个这个我们说的狼尾头这样子但是呢目前是还没有办法执行的这是有点困难的事情。那呢今天可能会发现呢，这个卷卷的头发用的不一样了哈。一般来讲都是中分，那我今天呢把它梳在前面一整撮这样子可能卷得像泡面这样子了哈。我是男生，我是在舞台上呢扮演女生角色，所以这个叫做前旦但是呢，你听到我的声音呢比较高亢一点点是因为呢，我用舞台的方式把它搬演到这个电台，因为呢我们在传送这样的戏曲文化可以接法，但是呢我没有打算接法啦接法可能还有点麻烦这样子啦感恩我们的伟成呢帮我们把地板上呢这个扫干净了感恩伟成师兄，也祝福你呢今天有个平安的夜晚祝福你呢平安顺心吉祥，感恩。你想我妈妈不会同意我留长发吗？我妈妈呢是不会有意见的啦为什么会想留长发原因点是因为呢其实还蛮多的艺术家啦偶尔会留点长发这个长发不是永久的啦，这只是说呢一个形式，以及说呢下一张专辑的形态呢想要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形态展现，所以我也还在想这样子感恩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感恩小可爱说呢声音很像女生，感恩我们的小可爱。然后呢，我们的 B 大大说呢，感恩呢这个老师的家人呢感觉也很开朗偶尔啦反正呢我们大家呢就善良的以及开朗的这样子呢来度过呢每一天就好了感恩大家呢没有你没有留什么问题我要看你什么问题
对啊，你没有留问题呀、好嘞，感恩大家呢，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下周一再会喽。先来聆听我们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我们晚安，我们下周一再会喽，感恩大家，感恩喽。妈，你是完成我的条件，本宫会当原谅你哦。你遐看卖，什么条件啊？向我定本身的礼。方才是叫万不将公保剑，现在是我失的爱马头将你用。罢了，有这之间何必将事业争，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本身礼来拜，我并非条工，将伊使当时失手，是我不该。等一下，我看一下哈。如果你留辫子的那个问题，我没有留辫子啊。重点是哪里有这个问题，我没有看到啊。我看懂了，再往主播要不要想？对。再来哈，我看一下哈，这个蛙贵也跟大家说晚安，先感恩我的蛙贵那个管理员哈，感恩。然后呢，我们的 B 大大说呢，他要结婚了，到底谁要结婚？没有人要结婚啊，我们包个红包给他哈，还没有人要结婚，我还是没有看到你什么辫子的问题呀、好了，我真的没看到，那我们就晚安喽，感恩大家。本宫特要闹家，互你背受山。我爱心头怒火起，决心将你来教死。你给我等咧，怕你唔知你唔知伊。今日请你食竹笋炒肉丝。你要做啥？我要教死你！你自手。心惊当前看对爱，大家当手只看开。想兵做事想摇摆，不要打落兵的心地改。待到兵子万斤之苦，抓定阿头来认输。哎呦，来这么疼！当着我是拍金赛夫，定面相片呀，我当寸金。怪爱对我上帝的边个了？别插话乱讲，咱都无空间通参详。驸马今日上该用，三打金鸡不通用。观众，你有想要看无？哇！怪爱你太过分，两摆打我敢无够？你真歹心，你予我走，我要亲嘴甲顶头，互你过到我门草。你还阁唔知悔改，想要看的，给我一摆扑啊声！哇！观众热烈扑啊声，金财宝满大厅，三打金鸡假是你这只狐狸精，过来小心，互你着车镜。公主做事理不明，言虽互人心头硬，动手假死啊易生病，大好。